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喜乐，咱的好朋友。欢迎咱来收听伫这个时站，咱要来继续来学习新约圣经的概论，要来讲彼得后书。之前咱有讲到前书，咱现在要讲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咱有真侪文章内底，咱来看，有真侪这个属灵生命这长进，伫这长进的过程内底，嘛有这个异端吼，所以彼得咧交代讲，异端吼爱谨慎，爱提防吼。彼得伊就是主耶稣上疼三个门徒中间一位，年纪上大的，伊捌甲主耶稣去到变貌山的所在吼，所以伊是亲身会当讲安尼对耶稣真久，而且是看到耶稣受害、被卖吼，被刑役的吼。这张批吼，伊无公开来讲互啥物人那差不多就是这个小亚细亚这种教会啦吼，各教会拢会使看吼。伫主后66年左右吼。伊受这个罗马皇帝尼禄迫害结果来顺道所以前无偌久伊就写成这本册写册所在差不多是伫这个罗马咱知影彼得伫咧年纪较大的时阵为真理来顺道丧命，互人倒定伫十字架顶头那参照主耶稣来预言讲的安尼讲伊爱安怎死爱安怎来付出伊伫彼得后书1章内底嘛讲到伊差不多啦时间伫要到这个身躯是架开啦是暂时的所以14节伊就讲到我伫这个长病的时阵伫要到长病指着身躯这长病既然指着身躯就是肉体肉体这要结束的时间到所以讲趁我要伫这个肉体的时阵甲恁提醒要激发恁啦所以彼得伊知影家己要离世的时间伫要到所以伊写这个彼得后书就是要提醒神国的这个君羊要有这个诚恳的心志，伫属灵的生命顶面要长大成熟坐结果子，丰丰富富来荣耀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度啦彼得伊捌伫前书内底咧讲到教会有偌济这苦难啦但是若信靠耶稣基督，耶稣是活石嘛就会当得到荣耀的盼望。所以伫后书内底伊咧讲到教会将来渐渐来败坏就是有一寡呢软弱的人甚至一寡异端、假师傅、假传道、假福音就进入佫一寡信徒来误解自由来放纵所以彼得写后书就是要来校正来矫正因的这个错误，并且勉励讲爱殷勤更加来认捌耶稣基督仰望主耶稣再临的这个日子啦，安尼才会通进入这个将来这荣耀的这天国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后书甲这个犹大书有真侪同款的所在尤其是第2章内底咧引用的这个例啦甲一寡句道。对于后书来讲那参像是预言同款所论的道理拢是咧讲到将来所以彼得后书2章的13节才有咧讲到迄个将来神的这个审判义人甲不义的人坚固甲无坚固的人这将来拢是清清楚楚的啦所以犹大书内底嘛是有出现这啦。有4个句道4句话真定咧出现的伫这个彼得后书内底，比如讲认捌，对认捌来讲就是真正去体会主甲咱同在嘛这个认捌对男女夫妻来讲就是这个亲密的关系若安尼来看呢，咱甲主耶稣基督有进一步的认捌亲密的关系，若安尼外在啦、异端啦、假师傅啦，这安尼真夸张的这非真理的这知识咱就会当清楚去做判别，来对抗这异端，对抗这不实的道理才袂受迷惑。这第一项。第二就讲殷勤啦
那殷勤当然字面上知影，就是讲爱骨力嘛吼。所以咱若只着人物主，无单伫即个知识顶头，颠倒爱伫生活顶面，伫属灵顶头吼，安尼来祈祷来追随，主耶稣圣灵甲咱感动。这道理就清清楚楚啦，这殷勤就是讲，你就坐读圣经，多读圣经，再就祈祷圣灵的帮助，安尼有真理这个文字的这个支持，有祈祷灵内底感动较骨力的人物神，人物耶稣，骨力来付出，第三句你讲到提醒啦这提醒就是有激发会当互人安尼向上的意思那像这个人讲水水就往低处流嘛，你小可加就流出去人要往高处爬咱无可能互家己一直降低，努力的时间降低成就降低看法想法拢降低愈来愈自卑这唔好啦所以提醒就是讲不要紧受苦当作食补，魔鬼的工作当作咱激发靠主的心搁较济，安尼成长就较济第四项就是败坏误会这当然伫真理顶头咱就知影，要互灵性受损魔鬼的工课就是安尼啦所以伫前书的时阵，咱知影咧5章第8节咧讲到魔鬼咱像好叫的狮狮其实你会当甲解说做伫树林、松林内底上勇猛的，但是咱只着魔鬼的工作安尼看起来就是讲。魔鬼的工课嘛，亲像狮安尼真残忍啦弱强食伊看到会当夹的肉伊就忽去猫哥嘛看到鱼仔就啜去安尼所以咱就理解对于护书来讲甲前书有一寡无共的所在啦当然这个无共的所在就是讲对这个异端啦对这个假先知啦食做属灵的这个试探食做灵性的败坏，灵内底的支持这种一个对比的这个关系。为着避免假师傅的这败坏，其实必得较济是警告所以咱接受这个警告有真好书来相辅相成，看清楚魔鬼来我夹攻的这个技术，其实咱会当来破迄个魔鬼的诡计，会当进入咱得救的这个国度，这个荣耀的营垒内底灵命的成长甲异端的封闭，这是两个线路。彼得深知影伫信仰的经历内底这就是美好的教导咱若深人物主耶稣基督属灵成长安尼这其他歹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就渐渐一直入来咱就当分辨清楚。咱有讲男女之间这个性格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对这个信仰的付出咱拢会当有一个正确的这方向就伫属灵顶头就愈来愈长进袂落入这个错误的诱惑内底这是彼得后书啦当然对灵性的追求比如属灵的品德人物主啦人物主的荣耀啦，人物主的公义啦，人物主的所有美德啦这种关乎属灵生命敬虔的事，所以伫这个属灵品德的追求咱有一个大目标，就是主耶稣为咱死，伊降落保惠师所以既然是安尼咱伫情欲顶头肉体这个败坏，就有通瓦靠耶稣基督，就袂去败坏属灵的这个团契，甲兄弟姊妹做伙安尼品德就互相造就，就愈来愈提升。所以信德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忍耐、敬虔、听兄弟的心、听正人的心，拢共有8项，这是1章50到80讲的有食了佫往上加，佫加起哩，就是讲殷勤努力，就是安尼来这属灵的轨迹就愈来愈丰实，愈来愈丰满就愈来愈济你。果子济嘛无好呢，你著要水当当，拢咱讲迄个冷面的毋通迄个冷底冷底好烂的、臭的、骗人的若冷面的，当然大家都感觉足欢喜所以属灵的品德追求 OK， 灵性长进就无问题灵性无长进属灵的目睭就青迷，魔鬼就带你进犯所以人讲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安尼所以信仰得救的道路敢若一条。那像主要所讲的你要找迄个看的方便你家己的真舒适的所在，你当然就对了通天国的就是安尼细条的路细下下溪溪细的门结果入面是永生你追求什么所以咱当知生命是暂时的
灵魂却是永远的吼。咱袂通进入永远的境界吼，咱就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盼望所以彼得伊用伊亲目睭看过、亲耳听过、亲身经历过伫变毛山，伫主耶稣施行能力的时阵包括伊掠鱼的时阵，你看伊规暝掠无，你家己厉害，结果伊将主的话，伊就掠到满满的鱼货，这个新热嘛像这包括主耶稣伫变毛山顶面伊清楚知影讲伊降临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咱得到主的接纳，才做神国的百姓，所以咱伫真理顶头的这个定根旧约新约就使徒甲先知的基础顶面耶稣基督才咧放脚石咱就知影讲咱要安怎进入主耶稣道理的内面互咱的内心亲像透早的这个星咱有晨星共款预言主再来这就带动这个假师傅这假道理假先知的这个出现互咱愈谨慎所以求主帮助咱假先知的工作袂休困假师傅的这个教导嘛一直来所以这叫做一批这个势力这批势力呢就是邪淫贪心捏造的言语这将来无好买啦再讲速速会自处这个刑罚这就是假师傅的这个结局到尾就是速速灭亡咱讲天使伊嘛犯罪以后就做魔鬼来所以魔鬼无自由啦，魔鬼嘛袂拥有，魔鬼是变歹的天使伊要甲神同款，本来是荣耀的车所以人彼得就会当看得清清楚楚咱这阵的人信耶稣的人就看袂清楚要将魔鬼甲提升来甲主耶稣同款，甲神同款根本就大错误这个错误将来永恒的这个火就是刑罚伫审判以后更较严重的这个拿阿世代落地的这个世代拢总毁灭，所以咱感谢主咱能得到神的保护甲搭救亲像这个拿阿当时的义人一家8口，所以咱来进入这个得救的方舟当时罗德嘛为这阴险的人歹人来忧伤，拿阿传义道100年无人要听，但是对咱来讲迄拢毋是咱的时代咱这个时阵就亲像迄个时阵的危险，但咱的危险紧跳走，靠主耶稣基督忠心来坚持领受真理，传扬真神的福音。所以对于失败的人来讲这就是被咒诅的就是本来神的囝，结果犯罪了亚当叫人赶出去，伊就袂当搁伫伊甸园内底享受神准备的快乐所以这就是畜类啦，比如亲像梨同款，亲像狗同款，搁像猪同款亲像这个无水的井，你看彼得用的真实在的这个生活比如互咱通知影讲人到尾死就亲像旷野无水，人会通活就亲像井水安尼自然的活水活水泉安尼浸倒起来，所以主耶稣嘛讲啉主所赐的水就永远袂喙干若啉咱家己卡的家己养的你安怎努力你隔壁嘛喙干有这比较了互咱通知咱行事做人义甲不义就清清楚楚，所以咱爱伫白日来互咱的心肝是通透的光明的，爱宴乐无爱神这就是罪满心淫色心中拢贪恋讲夸大的话主耶稣袂欢喜这就是犯罪的亚当同款，那就被咒诅的这个种类啦这咱当然毋通咯，所以毋才讲危险就爱跳走所以有危险的代志你闪走要创啥，就是期待主再来的日子，这也是彼得后书内底上介好的勉励啦。荣耀的主得要来就是讲咱受苦毋免遐久所以这个望这个期待像先知的预言，当然足久长的时间，但是毋免烦恼啦因为迄个时间还未到，咱的生命先结束生命结束敢毋是就是审判来到吗就是迄个时间的意思同款嘛所以彼得的提醒伊是长平这个过去圣先知的这预言甲主耶稣的命令，这拢斗起来咱就知影讲信心上要紧这就是定定爱提醒的信心要紧，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主耶稣基督赏赐圣灵给咱了安尼咱拢有期待讲这个末世真正主耶稣会甲咱备办好势咱要经历的就是这好体笑的人你就任他讲听不管他，看伊如何到尾主一定审判咱也免讲徛关山看尾烧塌，只是讲这个经过会互咱听到一个好的勉励咱毋通以身试法
主看的时间，一日亲像千年，千年像一日。主应许的拢总是是的，毋是靠咱揣测要的、感受的，毋是家己感觉的，毋是吼。主的宽容这是真理的恩典，对咱来讲就是责任义务，互咱有悔改的机会。主再来日子，无人知，亲像贼仔共款无人想会到，因为想袂到的时阵，主就来有形有质的拢爱被烈火融化。所以最后，信主的人有盼望、福气。信主的人，当主来的时阵咱就拢做伙被提到主的荣耀内底。所以期待讲主还未来以前，就咱还未断开以前，咱伫稳定甲知识顶面一直长进，就是互家己努力一直进步。有进步，边仔的人就无咱的代志莫因为别人的情绪来苦害家己，莫因为别人的这个脾气、别人的环境的因素，互家己安尼软烧烧。求主帮助咱有刚强的心，较信好好定祈祷，最后说就甲咱同在到坚固的地步，咱就袂抵触对了，这嘛是互咱读了真欢喜的。愿最后所来施恩祝福，互咱领受主的恩典伫这个平凡的生活内底有不平凡的恩典。伫知识的这个价值内底有真理的依据，有圣灵的帮助，这才做咱上好的宝贝。愿最后说来垂听咱的祈祷嘛，互咱借着圣经的真理搁再一次得到造就，咱要来完成这个时阵的工作，完成以后咱要来祈祷来靠主，咱做伙头袂倒。奉最后说性命祈祷，主爱天父，感谢有道理互阮会通日日有进步，因着圣灵的保守甲感动看顾，互阮读圣经有圣经真理的这个依据，会通不管什么时阵，咱就一直进步，智慧也好，查考也好，这个圣经的真理互咱得到满足，会有教堂摕出来伫生活顶面来实践来用，安尼心肝充满快乐，嘛充满欢喜感谢。愿最后说圣灵引带，互阮不管什么时阵拢袂失落伫这个魔鬼的工作内底，互阮会当跨越这个时代的风高，心肝平静，靠主得到刚强。以上祈祷，愿最后所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主你的圣名，因为平安临到阮的心上。哈利路亚，阿们。